冬时节昼短夜长，下午5点的南投国姓天色早已昏暗。林福峰快速地收割牧草，捆绑放上搬运车。夹条的吼时间都会浅现在马上就炒好，各位需要给鹿吃晚餐了所以现在已经很晚了。要快一点，对不对？对，快一点，夹条现在很暖了，还有。Scan 秋黑浅，时间就是金钱。为了饲养的100多头鹿能有新鲜牧草可吃，1年365天，风吹日晒，全年无休。南港村这里被誉为水鹿的故乡，居民靠采收鹿茸为生。邻近小村落，鹿比人还多。这整个国姓现在我们南港村全部人口数超2100人嘛，但是我们这边的鹿超过4500头。人工饲养的水鹿见到陌生人还是难免惊恐，不停地裂牙磨嘴。林福峰连忙递上鹿儿最爱的桑叶，甜蜜安抚。我饲养的你可以认得。他是谁？这是小怪的儿子。他喜欢吃这个。我还想问他几岁啊？今年几多岁？差不多6岁了。6岁。6岁。对每只鹿都如数家珍。公鹿的经济产值在鹿茸，母鹿在配种。至于老鹿，一点用也没有。眼前这一只高龄28了，林福峰坚持不转卖，不让它沦为盘中孙。我们养鹿也不吃鹿肉，从小到大就一生照顾它这样。他28年，他可以说1年5、6万块、6、7万块，我们的收入他已经给我们赚了很多钱了嘛。我们就不吃鹿肉了，我们就这个鹿，我们就他以后往生的话，我们就直接挖坑洞给它埋掉而已。对这些水鹿有着饮水思源的感念，谢谢他们养活一家3代超过90年的岁月。夹条尾，scan 秋黑浅。夹条尾，scan 秋黑浅。